顶礼拜六，桃园病院出名的灵癌医生周家正，伫咧台北市不幸去互一台公车撞死。这桃园病院有设立追思的场地，今仔日开放，真侪医护和患者拢来哀悼。追思会场面温馨佮感伤，卫福部的桃园病院年房外科主任周家正19早起要去台大病院开会，伫总统官舍边仔经过板北线的时阵，互西湾的公车弄到送医不治。尤其在外科系统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都是一马当先。这样的个的离去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单是医院的损失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台湾医界的一个损失，非常非常遗憾。周主任有非常多的病人他是一个我们医界的典范，我们一起来追思他。那我们希望说他的典范也留下来。年癌权威周家正医师4个消息传出，互医界惊到，无数的病患唔敢哀悼，拢感念伊的温和甲救治。桃园病院也伫院内设立追思场地，每拜一到拜五的早起7点到暗时6点开放，继续到8月11日中昼。头一日就一直大批医护甲病患前来悼念。独角兽的飞天马，我想说，如果主任可以骑着它，他在天堂就可以到处来去，不要用走的，不要像上次一样用走的那么辛苦，然后还被撞到，真的吓一跳，然后我就很想哭，就是很不舍这样子。好好的一个人这样走就没了。追思会现场布置大量的青花相片甲留言卡片，壁面播放周主任过去医疗工作的影像，一幕一幕甲病人互动，参团队讨论，甲培育后辈的片段。现场医护甲民众一直七目屎，院方也哀悼周家正医师用生命守护生命，以温柔照光病人心灵的医者，虽然已经离开，所留落满满的温暖甲敬意伫大家心中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